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蔡欣怡。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高雄出现了第2起居家检疫的死亡案例，一名40多岁女性在国外工作，9月16日从上海搭机由高雄小港机场入境，在自家进行居家检疫，却失去了联系。而民政局协同警方到现场时，发现个案已经明显死亡，并且初步排疑他杀的嫌疑。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在昨日下午表示，该个案新冠肺炎检验结果为阴性。不过呢，他也提到，由于居家检疫的民众是意外死亡，检警会前往检验遗体，并且决定是否针对疑似新冠肺炎病例进行通报。而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立法院上一届跨党派多位立委涉入收贿，帮泰流董事长李恒龙抢SOGO的经营权。21日，台北地检署呢以贪污罪起诉了民进党立委苏震清等4位立委。以宪法规定呢，立委除了现行犯，在会期中呢，非经过立法院许可不得逮捕或是拘禁。而经过立法院长游锡堃召集朝野协商后，各党团均同意台北地方法院收押。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集体收贿案日前结案，以贪污治罪条例起诉现任立委苏震清、廖国栋、陈超明以及赵振宇、前立委徐永明等12人，并且呢移送北院。而前立委陈唐山则获不起诉处分。我们来看看记者会现场。有关量刑的意见部分，首先苏姓、廖姓、陈姓及徐姓被告部分，被告4人均身居庙堂高位，手执立法权牛耳之立法委员，本应兼衡全民的共同利益行使立法权，然竟自甘堕落，自101年起至109年因本案遭逮捕10子，其约收受金钱贿赂而变卖国家公权力，沦为李姓被告所豢养的家臣，肆无忌惮假借立法委员职权的威势，恣意泛滥，以协调会、公听会、业务说明、质询、预算审查等名义，对于坚持遵循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决定，依法行政的公务员为鞭笞、骚扰及恫吓，企图相关部会的公务员在不堪压力之下变更既有见解，而完成李姓被告所交付的使命，甚有为谋求李姓被告一人最大利益，竟不惜为了夺回泰流公司经营权的目的而量身提案修法，完全无视真正溯及既往的法律效率对于法安定性所造成的重大侵害。有甚者，司法权作为国家主权核心权力之一，对内拘束全国人民及政府机关，对外原则上不能让渡他国，片面变更我国司法机关的既有决定。然廖姓、陈姓、徐姓被告等人身为立法委员，明知泰流公司经营权之争与新加坡商天益公司等全然无涉，而李姓被告将其名下泰流公司股权移转与新加坡商天益公司，其目的别有用心。据其等为了协助李姓被告的私人利益，除了滥用其等立法委员的职权以外，更不惜以我国为职，欲借由公听会等方式，将泰流公司经营权之争强行透过上开协定诉诸国际仲裁，恶意扭曲滥用我国与新加坡签订协定的初衷，并将司法问题政治化，借此实质侵犯我国的司法权，强行将我国无端卷入国际纷争。罔顾此种政治操作，将对我国原已严峻的国际处境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是苏姓、廖姓、陈姓及徐姓被告以权敛财的金钱游戏，为谋私利而与权贵财团朋党必周，延取史诗。除了严重侵害我国公平正义、立志廉洁，更对权力分立的宪政体制造成重大的威胁，致使
立法权得以借由干预行政权而进行侵犯司法权，混乱灼伤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盛举，故建请法院予以重惩，从重量刑。赵姓被告部分，赵姓被告身为立法委员，自当自重品位，服膺国法，表里如一，而为人民的表率，而税捐收入为国家维持正常运作福祉所必须。赵姓被告不实以身作则，而以法所不许之方式敛据无法人及逃漏税捐，其所为如未严惩，将如何导正国之纲纪，使诚实的纳税国民如何甘服国法？四、建请法院对赵姓被告从重量刑。有关李姓被告及丁姓被告部分，李姓被告在侦查中自白，请依贪污治罪条例第11条第5项后段规定减轻其刑。丁姓被告在侦查中自白，并已缴交全部所得财物，并请依同条例第8条第2项规定减轻其刑。又，李姓及丁姓被告二人于侦查中供述与本案案情有重要关系之待证事项，因而使检察官得以追诉该案其他正犯或共犯，且业经检察官事前同意，就其等供述所涉之犯罪，并请依证人保护法第14条第1项之规定，必减轻其刑。六、有关犯罪所得的部分，苏姓被告收受贿赂共计2580万元，廖姓被告收受贿赂共计790万元，陈姓被告收受贿赂共计100万元，请依刑法第38条之规定宣告没收。赵姓被告财产来源不明，现金170万元，逃漏税捐金额68万2140元，亦请依刑法规定宣告没收。余姓被告收受贿赂124万元，丁姓被告收受贿赂180万元，梁姓被告收受贿赂50万元，均请法院依刑法的规定宣告没收。另外，林姓被告诈欺犯罪所得共计1100万元，郭姓被告侵占犯罪所得共计700万元，亦均请依刑法第38条之1第1项之规定宣告没收。而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上周访台，他是从台美断交以来美国访台层级最高的官员。而前总统马英九日前受访时说呢，美国访台的层级越高，两岸的关系就越紧张。而针对他的说法，苏贞昌日前呢也做出了回应，来看看他怎么说。院长怎么看马前总统说美国来的层级越高，两岸就会越危险？这个。我不想批评了。早安，院长怎么看说中国的经济不断的倒行呢？还唱说没有海峡中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为维护区域和平尽心尽力。我们也看到中国不断的以军机军舰绕台，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破坏，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国家应该有的作为，也被全世界各国所关注谴责。我们希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负起责任，我们台湾也会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国民安全尽心尽力。这个我不想批评了。好，谢谢。前
前总统李登辉上周举行了追思告别礼拜，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呢，也透过了预录的影片表达他的追思。达赖喇嘛表示，李登辉是他的好朋友，他很钦佩李登辉全力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以及中华文化。而作为好朋友，他也时时感念李登辉。作为佛教徒，自己呢则常为他祈福。虽然李登辉已经不在人世，但佛教相信轮回，他也会继续祈祷李前总统投胎转世。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Late Li Tenghui, my great friend, he really committed about democracy. Then me personally, when I first reached Taipei, Taiwan, you see his first way of greeting like that, and then I also, you see, respond like that. Since then, we become very close friend. So I admire, you see, his commitment about democracy and freedom and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aiwan. So now, as his close friend, I always remember him, and as a Buddhist, I always pray. Firstly, I deeply appreciate his effort. Now he is no longer here, but we Buddhists believe life after life. So most probably, he may reborn in Taiwan. So my prayer, his reincarnation, whether we recognize or not, his rebirth will carry, you see, his spirit continuously. So thank you. 而艺人小鬼日前猝逝家中，在他的追思灵堂开放悼念的最后一天，艺人以及粉丝朋友们纷纷前往送他最后一程。而在灵堂守候了3天的小鬼爸爸，也待到最后一刻才憔悴离开。而经纪人也向大家透露呢，10月6日将举行小鬼的追思音乐会，一起来看现场的画面。谢谢各位媒体，还有喜欢洪生的亲朋好友及粉丝们，这几天真的辛苦了，谢谢大家的关心与照顾。我在这边替黄鸿升，替他向大家致谢。相信黄鸿升，他一定希望大家接下来的生活，在这件事情以后，都能开开心心的。更认真的、更珍惜周围朋友、家人的相处。关于最近有一些网络上很多有关民间的民俗的信仰的东西，相信对家人、对亲朋好友都不是有太大的帮助。也希望各位媒体可以体谅。这不是洪生希望的方式。洪生一定希望喜欢他的粉丝跟
愿大家都能更珍惜接下来的每一天，以及跟每一个朋友相处的时间，还有家人。10月6号的部分，我其实有帮洪生办了一个音乐的追思会，对，那也到时候礼拜三、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公布正确的时间。那时间现在是定在10月6号，对，那地点会在华山的雷士，对，那也希望大家有空喜欢洪生的朋友，就来一起共襄盛举这件事情。相关细节就是周三启动。对，相关细节周三的时候会请给直接变公布。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辛苦了。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全球疫情状况。新冠病毒疫情自3月进入全球大流行后呢，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已经有3000多万人确诊，大约有96万人因病死亡。而日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演讲中却出包，表示呢，如果川普一意孤行，那么 COVID-19 的疫情呢将会更为复杂。大概呢，到他演讲结束后呢，可能已经有2亿人因病死亡。而根据福斯新闻报道呢，美国死亡的人数约为20万人，和拜登描述的2亿有很大的差距。报道中也指出，美国总人口约为3.28亿。如果疫情真如拜登所言，那么将近2/3的美国人大概都已经病逝了。而一向以支持川普阵营立场鲜明的福斯电视网，也借机抨击拜登的精神状况，担忧他是否适合在11月总统大选跟川普竞争领导美国。而回到国内，带您看到的是内政部最新一期的都市地价指数揭露，全国各地地价上涨幅度最大的地区是台南市，其中呢又以住宅区的涨幅最为明显。根据最新一期报告，全国各县市中只有台南市、台中市、屏东县以及彰化县的上涨幅度超过0.5%，其余各地均属微幅变动。而台南市部分整体地价指数上涨有0.68%，为全台最高，尤其住宅区上涨了0.7%。房市专家也指出，高铁特区、安南以及永康堪称是台南市房地产交易的3大热区。在台南科学园区就业机会大增的带动下，近期的交易量剧增。土地价格也不断上涨，例如高铁特区今年初至今，每坪住宅区土地至少就有2万元的涨幅。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关闭有6个多月的印度世界遗产泰姬玛哈陵，本周呢重新对外开放了，大约已经有160名游客在网络上预订了入场门票。虽然印度新冠肺炎的病例不断攀升，已经达到了550万例，而且有可能在10月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但印度政府仍然在21日开放已经关闭6个多月的泰姬玛哈陵和阿格拉红堡，在防疫措施下，每天可接待5000名的游客。下则新闻带你看到的是，台北天母棒球场整修工程完工之际，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特别邀请了味全龙还有台北新复发棒球队举行纪念赛还有启用仪式，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也亲自到现场开球。柯 P 表示呢，棒球是台湾的国球，过去中华队在参加国际赛事时都需要提早几天到国外准备，现在有了这块场地，就可以在国内预先进行场地的排练。而台北市政府斥资8000万打造了一块室外的人工草皮棒球场，过去遭人诟病的排水问题也解决了，而在之后将交由味全球团来经营。柯文哲也期许球场能被好好使用，为台湾棒球做出贡献。3、2、1，请投出，好球！各位现场的长官，麻烦在市长练投的时候，请你先到旁边的椅子上就坐，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活动，也就是天母棒球场人工草皮纪念赛的开幕启用仪式。好，刚刚我提到了邀请所有现场的贵宾、长官，陪着我一起倒数3、2、1。那么在1的时候，
有请2位市长还有林书一起投出今天呢在天母棒球场第一个好球。预备，3、2、1，请投出，好球！各位掌声鼓励。而共军连续多日派出军机闯入我国西南防空识别区进行演练，甚至多次飞越海峡中线挑衅。国防部所属的媒体《青年日报》呢，日前推出了《勇者屠恶龙》的乐高动画，展现国军保卫国家的决心。我们一起来观赏这部动画。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